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的大汉桥往新庄的方向，昨暝发生着连环车祸，一台阿摩托车可能是挡啊失灵，追撞着前车，结果后壁车未负反应，一台弄一台，总共有17台车连环撞，一度是造成着大塌车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啊，要安怎赔偿呢？一般拢是后车赔前车。不过，这个追撞的车是不是来保持着安全距离，这嘛是赔偿的关键。当机伫桥顶等车行顶，想袂到后壁一台蓝马空车直接冲向头前，完全无打动啊！当机互下弄一个倒伫涂骹，敢若差一丝丝啊，都直接互弄掉，画面惊险万分。车插伫路中央，车壳冒落，引擎挂也受损，弄做一伙袂顶袂当。驾驶落车看到这个情形，拢硬起啊！车顶太过60公尺，拢起做一伙袂当通行。后壁单台车辆更加将车路塌做停车场。代志发生伫昨7点多，当时上济车的时间。新北市新庄的大汉桥，一台蓝马空车挡啊失控，去弄着头前单车行顶的车顶，后壁过来台车未负反应，弄做一伙，弄撞17台车连环撞。刚弄的蓝马空车责任上当，啊那后壁搁对弄的几台车，敢有保持安全距离，正做关键。跳出责任爱个调查。车辆驾驶人酒测时均为0，是否为车辆机件故障或其他因素造成，仍待厘清。大部分会以安全距离为责任判断的标准，因此后车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，因而撞到前车的话，就会有责任，会由直接追尾的后车赔偿前车。连环车祸，一声损失惨重，修理费用是被细条。那么空车的司机责任被遭险责，要过到底爱赔偌济，这得个需要警方调查真正的归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